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，如是我闻，一时破奇幻，有化诸国，只讲严城，诸隔音树下，以大悲初众8000人归。菩萨摩诃萨36000，及國王大乘，婆羅門祇樹天龍八部，人非人等，無量大眾，恭敬圍繞，而為說法。你是萬殊殊利法王主。成佛為神，將作而起，偏袒一見，有情獨地，向破奇幻，卻將合掌，別言世尊，為願演說，如是上類，諸佛名號，及本大願。所成功德。